Hello，大家好，我係嘉偉梁嘉偉，喺我身邊嘅話呢，就係沈浩傑啦。咁啊，律師，我又想問問你啦，不如咁啊，自我介紹下先啦。好啊，我係新界北嘅獨立候選人3號嘅沈浩傑。咁咧我就從政咗好多年啦，亦都本身係一個律師。咁咧我由2011年開始咧就擔任呢個元朗嘅區議員啦，亦喺16年開始咧就擔任咗2屆嘅元朗區議會主席。咁我喺2022年嘅年尾嘅時候咧，亦都成功當選呢個全國人大。咁所以我從政嘅經驗咧都係比較豐富啦。咁同時作為一個專業人士咧，咁過去我都好常咧就即係利用呢一個法律嘅角度咧，去即係解決一啲唔同嘅地區問題啊，或者就住一啲法例啊、政策啊，去到俾意見咁樣樣嘅。其實點解會選擇今次參選呢？咁其實我喺4年前咧都曾經參選過啦。咁當然啦，依家即係參選嘅界別咧就有好多嘅，有好多選擇嘅，可以喺地區啊，可以有功能組別，或者喺選委界嗰一邊。咁但係因為始終我嘅從政之路咧係由地區開始嘅，咁所以一直以嚟咧我都同地區嘅聯繫咧係最強。咁所以雖然上次咧就冇成功到，咁但係我都希望如果有朝一日能夠當選嘅話咧，我都希望可以透過直選做翻一個地區嘅代表。咁今次參選嘅話咧，會有啲咩口號同埋有啲咩理念咁樣啊？係，咁我今次參選嘅口號咧就係發動新界北。咁但係咧呢個發動咧其實有2個意思嘅。我係用咗法律個法。咁點解用法律個法咧？因為依家咧大家都話北部都會區咧要加速嗰個發展嘅速度。咁但係究竟點樣去發展咧？點樣去加速咧？咁其實今次咧喺今年嘅施政報告咧，特首特別提咗咧關於北部都會區咧就要喺明年咧訂立一條專屬嘅法例，因為咧發現依家嘅法律或者係一啲好多程序上咧好多條條框框咧都係限制咗我哋點樣可以加快呢個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嘅。咁所以我認為咧法律咧係一個可以幫助我哋加快發展北部都會區。咁所以咧既係用法律，亦都話咧好似一個引擎咁樣咧，我哋要發動我哋呢一個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咁所以就用咗呢一句口號。咁其實今次嚟講嘅話咧，有冇話邊3個議題係最值得關注咁樣㗎？我諗喺新界北，大家最關心嘅一定係呢個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啦嚇。咁除咗頭先提到即係要加速之外咧，咁其實我哋亦都應該要透過發展咧，去改善依家好多一啲嘅民生問題嘅，例如交通嘅問題啦。我哋透過發展點樣去盡快加強我哋呢一度嘅交通基建，返工嘅問題啦。依家咧每日6點幾清晨咧，已經有好多打工仔咧喺天水圍啊、北區啊或者元朗嘅鄉郊咧，就要出到去市區嗰度去返工。咁呢個都係源於咧，因為我哋喺本區嘅產業咧係唔夠，所以佢哋亦都要向外揾工嚇。咁如果我哋北部都會區能夠盡快發展起嚟嘅話咧，就有更多更優質嘅工咧，可以俾大家原區就業嚇，亦都可以達至呢個職住平衡。咁咧可以留返多啲時間同屋企人相處，同朋友一齊出去玩啊！大家輕鬆下就唔使花太多嘅時間喺交通工具上邊。嗱，如果你係能夠有一個議題或者一個諗法，一定會成功嘅，咁你想係為香港、為呢個新界北爭取啲乜嘢呢？我諗依家新界北咧面對緊一個好大嘅問題咧，就係一個教育方面嘅問題。嗱，我哋知道啦，就我哋整體個社會咧人口老化，咁咧小朋友嘅出生率咧亦都係一路下降緊嘅，直至到近年先回升翻啫，近呢1-2年。咁所以咧其實好多學校咧都面對住呢個收生不足嘅問題。但係喺北區咧出現咗一個好特別嘅情況，就係咧佢哋嘅中學咧啲學位咧係唔夠嘅，令到有好多嘅學生咧要去跨區就學。咁點解會出現呢個情況咧？係因為幾樣嘢嘅。第一就當年仲有雙非啦、龍年效應啦，加埋依家咧我哋好多即係
優才啊，咁嚟到我哋香港呢一度咧，都會帶埋佢哋啲小朋友嚟讀書。咁好多時因為北區就喺邊境嗰度啦，咁所以佢哋都會選擇咧落戶咗喺北區嗰一度，咁令到咧呢度嘅學位咧係出現咗不足嘅情況。咁教育咧，我覺得咧對於未來香港整體嘅發展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我哋要發展創科最需要嘅咧唔係嗰啲大樓，最需要嘅咧係人才。人才咧，如果我哋要吸引現成嘅人才咧，你必須要有教育嘅配套，讓佢可以帶埋佢嘅小朋友嚟到呢一度。另外一方面咧，我哋都要培育自己本地嘅人才。咁除咗大學城當然係好重要啦，但係除此之外咧，讀大學之前，中學、小學嘅教育其實都好重要噶嘛。咁你個根基打得好，呢啲人先可以一路再即係向上去學習一啲更加專門嘅學問噶嘛。咁所以整體嚟講，我覺得喺教育嘅政策咧，我哋必須要再進一步優化啦。咁特別喺呢個北部都會區呢一帶咧，其實係非常之缺乏咧一啲名校啦，或者係一啲國際學校啦。咁呢啲學校咧，就我哋希望咧可以即係等嗰啲喺外地嚟嘅人咧，就可以讀呢啲學校，變咗就唔會同我哋本地嗰啲學生咧，大家去爭位。咁同時，我哋本地一啲優秀嘅學生咧，其實都會多啲嘅機會啦，就唔使即係依家好多時大家話啊，一朝早起身要搭車去九龍塘返學咁樣樣。咁希望咧就可以即係整體提升到呢一個區嘅教育。嗱呢段時間都見到啦，你好辛苦啦，由朝頭早站啦，由晏晝嘅宵夜站都做埋啦。咁其實成個競選過程當中咧，有冇啲咩事係特別難忘咁樣嘅？其實就我都唔係第一次參選啦。咁當然每次參選嗰個都會經歷一啲比較辛苦嘅時間。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咧，真係因為過去都有經驗啦，所以呢啲就反而唔係最大嘅問題。開心事啊，或者趣聞等等咧，咁其實就當然啦，我哋經常都會去街站啊，去街市、去酒樓。咁今次咧就我發覺咧，比起之前我選舉咧，係多咗好多嘅街坊朋友咧，係同我傾偈，咁咧分享佢哋自己一啲個人嘅睇法，或者有啲人咧佢會好有興趣咁問我，就係你其實有咩政綱㗎？點解我要投你啊、支持你啊？咁我好開心咧，就係每一次我介紹完我自己嘅政綱之後咧，我都得到一啲好正面嘅回應。咁另外一方面咧，我覺得聆聽市民嘅聲音咧都係好重要，即係智慧在民間。有時我哋諗嗰啲嘢咧，未必係市民所想嘅嘢嚟嘅。倒翻轉頭，佢哋咧就真真正正可以講到市民嘅需要、市民嘅心聲。咁呢一個咧，佢哋願意同我分享咧，即係我試過咧係企喺條街度10分鐘聽一個街坊分享咗好耐。咁佢亦都好開心，因為佢覺得有人願意聽佢講咁耐咁樣樣。咁呢個係我自己一個今次覺得係比較深刻嘅經歷。即係過去咧都有嘅，但係就冇咁多，亦都唔會講咁耐嘅。或者咁樣由另外一個角度問翻啦。咁究竟點解啲選民要選擇你咧？咁你對選民亦會有啲咩承諾咁樣咧？咁我覺得我自己有幾方面優勢啦。第一方面就係我一個專業人士啦。咁入到立法會嗰度咧，就呢個法律好重要啦。即係要懂得法律，咁你先至即係知道如何去到立法啦。咁另外一方面咧，我嘅從政經驗亦都係豐富嘅，即係我有地區嘅經驗，亦都係做過區會主席，亦都曾經係亦都係呢一個全國人大代表。咁所以咧，對於香港如何融入國家嘅發展大局咧，我係有一啲自己嘅心得嘅，亦都透過全國人大嘅工作咧，就更加了解國家嘅發展嘅狀況。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希望各位選民咧可以支持我啦。咁再加上咧，我係一個獨立嘅候選人，咁我冇任何咧黨派嘅包袱嘅，我代表嘅唔係任何黨派嘅聲音，而係市民嘅聲音。咁所以呢度咧，希望各位朋友可以支持我新界北嘅3號獨立候選人岑浩傑律師。好啦，最後嘅話咧，俾啲時間浩傑，你不如咁啊，有冇啲咩説話想同選民講一講咁樣噶？拉下票都得嘅。好啊，大家好啊！我係新界北嘅3號獨立候選人岑浩傑律師。咁我從政咗好多年，咁咧亦都係一個專業人士。咁特別咧，我都係一個中產啦，亦都係一個雙職嘅父母。
咁咧，所以咧我特別了解到咧，就係作為一個既要工作又要照顧小朋友、照顧家庭嘅一個中產人士咧，嗰個嘅苦況嘅。咁咧，所以咧，我希望咧，如果我能夠晉身立法會嘅話咧，除咗一方面要推動我哋香港經濟啊、社會嘅發展之外咧，我亦都會咧特別咧係關注咧呢一個中產人士嚇，佢哋咧作出咗好多嘅貢獻嚇，咁但係咧好多時咧都會覺得咧，好似政府有啲福利咧都俾唔到我哋去即係享受得到呢個社會嘅成果喎，咁我希望喺呢一方面咧，我能夠係代表一啲嘅中產嘅聲音啦，無論係打工仔又好，或者係一啲中小企都好啦。我本身亦都係一個中小企嘅一個老闆啦，咁所以我亦都好了解到咧，依家香港作為一個中小企老闆咧，面對住租金高啊、人工高啊，咁嗰個苦況嘅。咁希望咧喺各方面咧都可以幫到呢啲人士啦。咁多位朋友，嚟緊12月7號呢就係立法會選舉啦，希望咁多位都記住出嚟投票，叫埋屋企人、叫埋身邊嘅人一齊支持啦。今日時間差不多，下次再見，拜拜。